网红团体反骨男孩 Wacky Boys 成员孙生有着活泼、无厘头的个性，吸引大批粉丝跟随。之后更担任《麻辣天后传》助理主持，和丽晶一搭一唱，效果十足。不过近期因合约问题，暂时无法回到麻辣，让不少观众直呼想念。对此，孙生表示，如今有这番成就，都要归功于丽晶的谆谆教诲，并自曝过去曾遭丽晶当面嫌弃辱骂，让他相当难过。三立新闻网报道，孙生2年前接下《麻辣天后传》助理主持，当时对于电视节目的节奏、主持接话、抢话等一概不熟，和主持人合作起来简直毫无默契。丽晶甚至气到炮轰你们这些网红脑袋都很笨，都空啊！脑袋没东西，没内涵，老娘需要你在旁边吗？当时孙生不知道事情严重性，还火上加油的回需要啊，让丽晶暴怒。你觉得老娘不好笑吗？我为什么需要你？孙生说，当下虽耍白目地回复丽晶，但其实心中非常难过，甚至自我怀疑，真的这么笨吗？之后只要到录影日，都面临巨大压力，开始担心会不会自己表现不好拖垮麻辣。不过乐观积极的孙生，不仅没有因丽晶的毒骂、主持压力而放弃电视表演，反倒更勤于鞭策自己。我觉得他是在乎我才骂我，所以我要变得更好，得到他的认同。每天回家就赶快看各大节目，学习主持人讲话。历经半年的魔鬼训练，丽晶某天突然在录影结束后走向他称赞：“不错哦，开始跟上老娘的速度，刚那球接得不错，有进步。”让孙生心中感动万分，并了解当初毒舌的丽晶其实是为他好。他那念我的感觉就像妈妈求好心切一样，希望这孩子成长。如今孙生和丽晶培养出好交情，丽晶今年过年原本计划去意大利，但为了孙生，选择留在台北家里邀孙生为炉，让自小没有爸妈关照的他，首次体会到一家老小围炉过年的温馨，让他直呼原来过年可以这么热闹，想不到是这样子，一家人笑哈哈，这画面很感动，这是我一生在追求的。